今日一度由北区公所、专业慈善基金会以及昆山科技大学等省官校甲法人合办的岁末友爱市集，已经迈入第17届。到河地阿妈立看市集，总共56个单位，加上草皮庆祝的活动，让大家度过一个温馨和爱心的假日。讲到爱心，因为专业作为非营利机构，董事长李明伟伫开幕式嘛特别捐赠300层的棉被，伫小球场的见证，要互北区、南区甲安平区的家受理好。另外，会长嘛捐赠10万块予德兰启智中心，互因运用伫交通服务的油钱，相当感心。开心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慈善团体，我们跟他合作，一起来办这场爱心活动。谢谢你们，我希望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再站个10年。迈入第17届岁末市集甲社区迎接成果，嘛因为拄好成立之声广播公司70周年，所以特别邀请老中青3代广播主持人来做伙切给两个庆祝，同时预祝明年台南400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比个赞！人生有3项好，身体健康上好，吼。会当出外游山玩水嘛，真好。若听电视电台、中华广播电台，又搁较好。伫所市集的单位当中，包括钟楼、花蝶、圣安等6个社区，拢将规档营造甲地方创新的成果予以展示。区长嘛，这个活动希望市民共同来关心。阿嬷，你看市集呢，这个廊道在110年完成了之后，虽然历经了我们的整个疫情的关系，那但是每个月还是持续都有1场以上的活动，那所以说在这边也代表着我们在地这个地方创生的生命力是源源不断。伫岁末的市集当中，这些单位营收嘛拢会来做公益，邀请大家做伙来捧场，嘛见证青年创业参与公共事务真好的平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